为着鼓励囡仔看册，阅读就爱自细汉开始定根。南投即马鼓励对出世到5岁的细汉囡仔会当开始来读绘本，所以有幼稚园就专工带这细汉囡仔去图书馆办因人生当中头一张的借册证。 老师带水里乡立幼稚园的学生囡仔来到水里乡立图书馆，办理因人生中头一张借册证。图书馆嘛有准备惊喜，水里乡长特别亲身出席送礼，囡仔一个一个排队徛好领礼物，拍开了后发现是绘本，囡仔拢真欢喜，连咪坐落来看册。今天非常开心，带我们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图书馆办理借书证，这个也是孩子他们人生中第一个借书证。阅读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性情，还有一个脾气，还有一个习惯，能够从小来培养的话，我相信他长大之后出社会，一定会对我们社会有所帮助，能够多多来阅读。水里图书馆阁有举办袂少活动，请侪侪无共绘本的作者来讲故事，嘛鼓励家长做伙参与，增加亲子感情，嘛互囡仔喜意看册。希望大朋友、小朋友拢通接纳图书馆。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抛砖引玉，让小朋友越来越喜欢看书。以后我们水里图书馆也欢迎我们乡内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利用假日还是平常日都来我们这里环境优美的图书馆。为着要互阅读自囡仔细汉开始定根，南投县内15个乡镇的公共图书馆拢有办借册证送好礼的活动，希望图书馆变做一个陪伴囡仔大汉的所在，嘛培养囡仔阅读的兴趣甲惯势。记者综合报道。